金沙味代茶超好飲。好似飲緊朱古力奶，佢只係得98個卡路里，已經俾我清咗。開入新嘢。方便攜帶，我平時中意溝牛奶，可以溝豆奶或者溝水都得。其實你飲一包就已經當咗一餐，已經足夠飽。佢同一般嘅代餐有少少唔同，佢裏邊有5個成分係比較特別嘅，係呢一間台灣公司攞咗專利。而呢5個專利成分咧係有幫助瘦身、阻隔油脂、幫助代謝，亦都可以燃燒脂肪。以前好多嘅代餐冇太多嘅功能性，主要都係俾大家飽肚啦，令到你降低食慾。而且以前嘅代餐係好難飲，27 in 1有27個成分係一袋嘢裏邊。我想講嘅係嗰5個專利嘅成分。專利非洲芒果種子攝取物有韓國 KFDA 許可，可以降低體脂。仙人掌攝取，佢係可以阻隔我哋平時食物裏邊嘅油脂。法國專利秋葵攝取物係純天然非基因改造，降低我哋身體吸收嘅油脂。專利小麥來源可溶性纖維，增加我哋腸道益菌，令到我哋身體有飽足感，降低我哋額外嘅熱量攝取。仲有一個專利成分就係動物雙歧抗菌，可以幫助你嘅腰圍、BMI 指數同埋內臟脂肪降低。好多人咧怕飲代餐咧會有一種假糖嘅味道，但係佢係冇嘅。佢係 exactly 金沙嘅味道，兼且口感真係超好飲。